我是被抱錯的真千金親生父母，找到我接我回家嫁千金，連夜帶着男朋友回國，指着我說媽我不喜歡他，讓他滾，我拿着鑑定證明湊近他。小姐姐，有沒有一種可能你是嫁千金啊？親生父母找到我的時候，我正在準備學校的英語演講，珠光寶氣的林夫人上前抱住了我，月月這些年你受苦了。我剛要一個過肩摔把人摔出去，林夫人就拿出了親子鑑定證書。月月，當年你和徐家的女兒抱錯了，直到上次媽媽在醫院看到你，一看你的臉，我就知道你是我的女兒。說到這的時候，一旁穿着西裝的男人也紅了眼眶。我的乖女兒，今年你受苦了，跟爸爸回家，從今往後爸爸寵着你。我看了看，我和林夫人有5分相似的臉，又看了看鑑定證書，試探性的喊了一句媽，養我長大的爸媽在我初3那年出意外去世了。這幾年我一直都是一個人過的，和錢作對的都是傻子，更何況林家一看就不差錢，我當即就應了這個便宜。爸媽剛到林家就接到了林家大小姐的電話，是打給林媽媽的，但是林媽媽可能是想對我表達親近，在我面前開了功課。媽，聽說你今天帶回了一個小丫頭，那小丫頭什麼來頭，什麼身份嗎？你怎麼什麼人都往家裏帶？從林媽媽的口中我已經知道了，那個抱錯的養女叫林歡，在新西蘭那邊讀書。說到這的時候，林媽媽告訴我，她打算把林歡繼續養在林家，一來這麼多年也養出了感情，二來徐家父母已然離世。我笑着跟林夫人說，林媽媽我沒有意見的。林歡的聲音又尖又細，話越說越難聽。媽，你就這麼帶他回來了？你怎麼知道他不是貪圖林家的財產？林家的卻有錢 A 市的納稅大戶，在全國都能排得上名號。林媽媽臉色變了變，林歡親子鑑定是我去做的，說完就掛了電話，不好意思的拉住了我的手，月月，實在不好意思，歡歡這些年脾氣難免驕縱了些。我裝作不好意思的縮回了手。林媽媽是林爸爸把我回來的消息告訴歡歡的嗎？這句話讓林媽媽的臉色變了變，喊了，阿姨帶我去樓上，月月你看看有沒有缺的，記得跟我說。說完這句話後，就去書房找林爸爸去了。在林歡連夜回國之前，我想的是當一個乖巧的女兒。林歡畢竟在林家待了20幾年，林夫人他們對林歡肯定是有感情的。說白了，我和林家的關係到現在為止也只是有個血緣罷了。結果早飯還沒吃完，林歡就回來了，一起回來的還有一個男人。林歡挽着那個男人出現的時候，林夫人愣了片刻，然後立刻招呼阿姨重新做點早飯。阿姨，打個豆漿出嚟，記得加點紅棗，歡歡喜歡喝。然後拉住了林歡的手，歡歡，你怎麼回來了？林歡上前抱住了林夫人，媽媽，我怕我再不回來，你就不記得我了。怎麼會呢？你才走了1個多月。然後看着那男人問林歡，歡歡，這是誰呀？媽媽，這是我的男朋友陳安。陳安和林夫人打了招呼，然後揚起下巴對着我，林夫人那個女的是誰？歡歡說了，你只有她一個女兒。因為那個女人，歡歡哭了半天。林歡也搖了搖林夫人的手臂，媽媽，我才是你的女兒，我不喜歡她，你能不能給她錢讓她走？林夫人臉色僵了僵，歡歡，你才回來還沒有和月月相處過，怎麼就知道自己不喜歡她了呢？我擦了擦嘴角，上前一步，你好，我叫徐月。林歡一巴掌打下了我的手，林夫人臉色變了，林歡眼眶紅了，甩開了林夫人的手。嗎？你竟然因為她兇我，說着拉着陳安的手轉身上樓。林夫人囉囉的說不出話，我安慰了幾句，沒事的林媽媽，以後大家熟了就好了。我回房間的時候碰見了林歡雙眼淬火的看着我，徐月，我會讓你滾出這家的。我看了看周圍，除了我和林歡外再無旁人，笑着問他憑什麼呢？憑你不學無術驕縱蠻橫，還是憑你這養女身份？林歡被我說的當即就推了我一下，我接着一巴掌甩在他臉上，並往後一跌下，一刻眼淚就出嚟了，帶着哭腔道，林小姐，我知道你不喜歡我，大不了我走就是了，你這是幹什麼？那你滾啊！我和林歡鬧出嚟的動靜不算小，林媽媽剛上來就聽見林歡嘶聲竭底的喊出這句話，林媽媽氣的手抖，林歡，你給我回房間去！我見勢向林媽媽哭訴，林媽媽，不關歡歡的事，
剛剛是我沒站穩，歡歡想過來扶我還沒注意，打了他一下，都是我不好。說着還掉了兩滴眼淚，林歡臉都氣紅了。這時候林歡房間門也打開了，我和林歡的房間臨近，或許林媽媽是存了想讓我和林歡好好相處的心思。陳安從裡面走了出嚟，扶住了林歡，按住了林歡，想要和林媽媽吵架的心思。歡歡，不要和你媽媽吵，那是你媽媽啊。歡歡，好好說話。神奇般的陳安這話剛說完，林歡就安靜了下來。進房間之前，還和林媽媽說了一句媽媽，對不起，我反應太大了，無論怎麼說，月月才是媽媽你的親女兒，我不應該這樣的。這句話說的林媽媽頓時不好意思了起來，我適時的拉住了林媽媽的手，嬌笑着說，林媽媽陪我一起看看我的房間嗎？林歡招呼都沒打一聲就帶男朋友回來的行為讓林爸爸很生氣。下午的時候，林爸爸回來了一趟，喊了林歡去書房，出嚟的時候，林歡眼睛紅了。吃晚飯的時候，林歡就開口了，爸爸，我在新西蘭那邊的學習也快結束了，到時候我想從公司底層員工做起。我一邊吃着飯，一邊聽着林歡講。林歡突然提到了我就是不知道月是哪個學校的，我進公司的話吃不吃力，我擦了擦手，調出了學信網的截圖上才學的國際經濟與貿易。這句話讓林歡變臉色。其實我爸媽也不差錢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公司，我也是被撫養長大的，從小對我極盡寵愛，要什麼給什麼。只是我爸媽去世的早，加之又是個意外，自然沒有提前立什麼遺囑。那會我還是個黃毛頭，被公司幾個董事逼得節節敗退，迫不得已只能將公司交了出去。可是那一直是我心裏的一根刺。於是當初高考的時候，我義無反顧的選了上財，我爸媽的公司，我是一定要奪回來的。林爸爸林媽媽還沒有說話，陳安就開口了，大學裏學的知識終是沒有實踐過的，但是歡歡不一樣，歡歡一直很聰明，剛上大學的時候就學會打理公司了。我擦了擦眼角，陳先生這是什麼意思？我剛回來沒幾天，陳先生怎麼就開始挑撥離間了？飯桌上的氣壓一下子就低了下來。這時候林歡突然爆發，徐月你什麼意思？陳安只是說了幾句，你怎麼就開始對陳安針鋒相對的？徐月，你有什麼不爽的衝我嚟？你嗆着陳安什麼意思？好家伙，這是戀愛腦上頭了吧？一句話不提，自己句句都在替陳安打抱不平。林歡你一個被林爸爸林媽媽千嬌百寵養大着的千金大小姐，能不能不要被人牽着腦子走？你腦子長得不是用嚟裝飾的，動一下你那生鏽的腦子。林爸爸沒有說話，但是林媽媽用讚許的眼神看了看我在想才學的是國際經濟與貿易，想的是以後一定要把我爸媽的公司奪回來。但是剛畢業的話，我肯定是沒有那麼多的人脈和資本積累的，肯定還是要進企業的林家，主要做的就是出口。我自然是分外關注的。林歡此人雖然稱不上什麼精彩絕豔，但是自幼就是被林爸爸養在身邊的，該有眼光謀略，雖算不上前瞻，但也絕對不差。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錯了，瞧瞧這回國2天，自相講的一頓飯，吃的不歡而散。林歡追着林爸爸去了書房，臨走之前還瞪了我一眼，惡狠狠的嚟了一句，徐月，不管怎麼樣，陳安是我男朋友，你千萬不要生出什麼不該有的心思。我看了看林歡，拍了拍他的手。林歡腦子出問題，就揸緊去治。陳安在我身前上的樓到2樓拐角的時候，陳安還刻意等了我一下，笑眯眯的嚟了一句，徐小姐，有些東西不是你可以小想的，就算你是林家的真千金，像這種家庭都是能者居之啊。徐小姐，奉勸你一句，不該是自己的東西就千萬別貪心，小心被撐死。我點點頭，你說的對，能者居之不該是自己的東西，就把自己的爪子給我收回去。林媽媽正好洗了水果給我送過來，見我和陳安站在一起，問了一句，月月怎麼不回房間？從頭到尾沒有給陳安分一個眼神。林媽媽，我只是想問問，陳公子跟女朋友回家之前都不用跟女方父母打聲招呼的嗎？也不知道是哪裡的風俗。說到這裡，林媽媽的臉色變得不好看了起來。其實在早上林歡帶着陳安回家的時候，林媽媽臉色就不好了，一直不發作，無非就是顧念着林歡剛剛回來，以及陳安家裏應該也不差錢，
都是生意人，誰也不想礙於一時的面子，以後商場上針鋒相對。晚上睡覺的時候，林歡給我發了微信：徐月，你對我是不是有什麼不滿？我知道你肯定不舒服，你爸媽對我這麼好，我是徐月，他們養了我20幾年，對我肯定是有感情的。我看了看這條微信，然後起身敲響了林歡的房門。今晚睡覺的時候，陳安被安排在了3樓的一個房間，所以林歡現在是一個人。林歡問都不問，直接就開了門。陳安都說了，今晚你先一個人睡嗎？看到是我臉色一下子就變了，轉身就想關門，我直接推着林歡進去，然後反手關了門。林歡看在林爸爸林媽媽的面子上，我再提醒你一句，你是成年人了，需要有自己的判斷力。什麼判斷力？我的判斷力告訴我，你就是個。我直接抬起一腳踢在了林歡的屁股上，一腳不解氣，又踢了一腳。要不是怕留印子，我真想幾巴掌扇他臉上。現在清醒了嗎？那兩腳還是沒有把林歡踢清醒。早上剛吃完飯，林爸爸就把我和林歡叫進了書房。是這樣的，我打算讓你們倆一起進公司，從底層做起，去不同的部門。月月，你今年應該也大4了，應該可以出嚟實習了吧？林爸爸話。還沒有說完，林媽媽就推門進來了，臉色不是很好的樣子。你什麼意思啊？月月才回來幾天。林歡將高跟鞋踩得震天響，直接從林媽媽旁邊出去，重重的摔上門。摔門之前還嚟了一句嗎？你現在眼裏只有你的親好女兒，把我放在什麼位置了？我拉住了林媽媽的手，把林媽媽帶了出去，一邊走一邊說，媽媽，我也是憑借自己實力考上上才的，我也有很多大公司的實習經歷，媽媽怎麼知道我會不如她？月月媽媽一開始是打算讓你們好好相處的，也不知道歡歡這到底是怎麼了。歡歡以前雖然驕縱了點，但絕不是這樣的。我拍了拍林媽媽的手，估計是有人跟她說什麼了吧，答應了和林歡一起進入林氏，從公司底層做起，我自然是要做好，完全打算的。回了房間之後，我立馬打電話給我專業課老師。我大學4年成績優異，各種競賽參加的數不勝數，因為競賽的原因和一些老師關係都很好。我打電話過去的這個老師姓黃，在外面隨便指導企業家幾句話都是要問10萬句的，是一位很成功的女強人。聽到我的請教後，黃老師和我聊了幾個小時，直接從現實入手聊到了林氏的未來規劃。最後總結的時候，黃老師嚟了一句，林氏現在看起來還算可以，但是那些股東個個都是不老實的，急着把公司的錢往自己賬上套呢，好好整整說不定可以送進去不少。自從上次在書房不歡而散後，林歡就搬了出去，整個房間幾乎都搬完了。媽媽去問為什麼，林歡差點把林媽媽推下樓梯。為什麼這個家已經沒有我的位置了？我留在這裡做什麼？看你們一家其樂融融嗎？我本以為林歡是真的打算從底層開始慢慢做的公平競爭，萬萬沒想到進公司還沒有1個月就聽說了林歡是公司董事長女兒的這個消息。林歡所在的是市場部，一時之間林歡風頭無兩，靠這個拿下了無數訂單。這個消息具體是誰散布的不言而喻。中午去食堂吃飯的時候，遠遠就看見了被一群人圍在中間的林歡。林歡臉上帶着親和的笑意，哎呀，不要瞎說，讓人聽了不好。這話聽着像是什麼都沒承認，又像是什麼都承認了。林歡看見了我，衝我挑釁的笑了笑，拋開所有的不談。林歡業務能力的確還可以，畢竟是從小被林爸爸帶在身邊長大的，耳濡目染之下學的東西也不少。還好我有一堆很厲害的同學，天天拉着那些人一片一片的分析策劃方案。走出公司的時候已經快10點了，剛要打車就看見了陳安和林歡。林歡從家裡搬出去後一直和陳安住在一起幾天。陳安對林歡那可是一個無微不至，天天豪車接送，中午的時候還會過來送飯。林歡工作間隙還會收到陳安送過來的鮮花和甜點，這些東西沒什麼甜，對於從小被嬌養的長大的林歡更是算不了什麼。可是不同的人做自然是不同的效果，我沒有刻意的去打聽，只聽人說就知道了。林歡現在不允許身邊的人說陳安一句不好，我下意識的就想離這兩人遠一點，結果上車的時候還是看到了陳安朝我這裡看一眼。第二天上班的時候
我眼皮直跳，沒跳多久，就發現陳安嚟了。陳安先是徑直去了市場部找林歡，然後拉着林歡過來找我。徐小姐，我和歡歡打算一起吃個飯，你要和我們一起嗎？我抬頭的時候，陳安還衝我笑了一下。再看林歡臉色已經不好了，當晚林歡就過來找我了。而彼時，我正在改一份很重要的策劃案。林歡一來，我下意識的保存關了電腦，並且把電腦放到了電腦包裏背了起來。徐若，我以為你多自立自強呢，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怎麼看了陳安幾眼，覺得這人不錯，就決定想辦法佔為己有了。徐月，你已經搶走我爸媽了，怎麼連我男朋友都不放過呢？這會已經將近10點了，整個樓層除了我和林歡以外，沒有加班到這麼晚的。畢竟林氏不是一個互聯網大廠，在加班這塊自然沒有那麼捲。林歡，你長點腦子行嗎？你那隻眼看到我對你男朋友感興趣了，一邊說着，一邊把包裏的親子鑑定書拿了出嚟。這是我回林家後重新做的一份親子鑑定，把鑑定書拍在了林歡的臉上。還有啊，小姐姐，有沒有一種可能我根本沒有搶你爸媽啊？那就是我的親爸親媽。電梯亮了，陳安剛好走了出嚟，從後面擁住了林歡。大晚上的也不知道陳安為什麼還要收拾東西，穿了一身西裝，身上還噴了香水，戴着金絲框的眼鏡。抱歉徐小姐，歡歡脾氣不是很好，都怪我，是我把他縱壞了，給你道個歉。像陳安這樣的男的，估計會引得無數三觀不正的妹妹前仆後繼，帥氣多金，看起來對女朋友極好。有些人不會管對方有沒有女朋友的，會想着對方的每一點都戳在自己的心坎上手。先這句抱歉不應該你說，其次如果林歡是被你縱壞的，那你這話就不應該在外面說。你倆私下開玩笑說就算了，在我這個外人面前說什麼意思？最後林歡你好歹之前也是林家的大小姐，什麼好東西沒見過，眼睛不要可以捐了手裏在做的策劃案實在是過於重要，幾天完全就是電腦不離身。自從上次對完林歡和陳安後，這兩人都是很久沒崩塌了。明天就是這次策劃案的匯報了，我把電腦裏的東西看了一遍又一遍，確定了沒有問題後，終於鬆了一口氣。結果下午的時候就收到了一個電話，打電話過來的是我爸媽公司的一個股東。今年雖然我在那些人的逼下地擠出了公司，但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多年蟄伏，如今我爸媽的公司裏有不少都是我的人，這個股東就是其中一個。一接電話，這股東就風風火火的嚟了一句，徐小姐，張總打算把公司賣了。好，我知道了，馬上趕回去，快速的把私人物品裝包，先是打車去了一趟上財，把東西交給了黃老師。裏面事關明天的策劃案，實在是過於重要，放哪我都不放心能放在這。他林歡就算再厲害，還能在高等學府殺潑不成，緊趕慢趕。終於還是在張榮他們開會的時候，我帶着警察闖進了會議室。張榮是見過大風大浪的劍齒，也絲毫不害怕。徐小姐，這是什麼意思？你涉嫌挪用公司財務，以及犯了多項經濟罪，加起來你未來算是包吃包住了。在場還有幾位董事眼神也慌亂了。徐月，這是需要證據的，我沒有證據會帶人過來。最終包括張榮在內，一共被帶走了3位董事。我坐到了主位，清了清爽子，說現在我們嚟開會，多年蟄伏沒有絕對的實力，我怎麼可能趕回嚟？我爸媽雖然沒有留下遺囑，雖然現在看來我也不是他們的親生孩子，但是根據民法典，我依舊是可以繼承的。只是這麼多年，我懶得和這群老油條扯皮了，乾脆把他們全送進去。說到這裏，有一件很奇怪的事，雖說是抱錯了，但是林歡應該並不是我爸媽的孩子。我偷偷做了鑑定，林歡和林爸爸的確是父女關係，但是和林媽媽就毫無關係了。雖然張勇想賣公司的這個想法，在他的報告中說的合情合理，但是太突然了，我不敢打了電話給了室友，讓我室友幫忙查查。陳安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這件事和陳安有關係。我室友家裏也是開公司的，是一個很大的家族企業。聽了我的話，我室友立刻打包票，11點的時候給我打了電話，開頭就是一句姐妹那林歡眼光不行啊。陳安是林家一個董事的私生子，但是那董事撞的好，家裏老婆都不知道，
這件事陳安媽媽好像是那懂事的白月光，反正那懂事對陳安還不錯，話都說到這了，我就不信在長安接近林歡不是抱有什麼不可言說的心思，我怎麼知道的？我大哥有一次和那董事喝多了，那董事親口說的。林爸爸今晚在外面有應酬，現在還沒有回家。林媽媽天天習慣了早睡早起，我想了想，把自己偷偷做的那份林歡和林爸爸的親子證明壓在了咖啡機下面。林爸爸早上沒有喝咖啡的習慣，林媽媽倒是習慣了每天早上一杯黑咖啡。那台咖啡機是放在2樓的，是林媽媽專用的。做完這一切，我重新看了一遍策劃案，才睡過去。做匯報的時候，林爸爸坐在上手，結果我的匯報還沒有做完，林爸爸的助理就進來了，低聲耳語了幾句，林爸爸就出去了。我看了看好，像看到了林媽媽。林爸爸出去後，我繼續匯報，結果說了沒幾句就被一個巴掌聲打斷了。匯報室裏的股東董事面面相覷，我接着往下講，聽到了林爸爸的聲音：夠了，今天除月再匯報策劃方案，這方案很重要，決定了公司的未來走勢，你要鬧也不能現在鬧。林媽媽突然哭着喊了一句：什麼除月？那是你的女兒，那是你的親女兒。林歡是林媽媽的話沒說完，只剩下了嗚嗚嗚的聲音，應該是被林爸爸捂住了嘴。今天在場的都和林爸爸相識多年，林歡他們自然也是認識的。只見那些老狐狸們個個打着眼色，也是我才是林家真千金。這是林家並沒有召開新聞發佈會，沒有請這些老朋友們吃飯說一下，一來是為了林歡的面子，林爸爸林媽媽養了林歡多年，終究還是有感情；二來林氏畢竟是個上市公司，有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影響公司股票，所以就委屈了我。林媽媽跟我說的時候，我笑了笑，不開新聞發佈會，我能理解，但是連親朋都不告訴我，實想不明白。我當場笑着跟林媽媽說沒關係呀，我不是很在乎這個，然後立馬去鑑定了林爸爸和林歡的 DNA 檔，看來林媽媽已經看到那個結果了。策劃案做得很完美，哪怕是職業經理人也挑不出什麼錯誤。與策劃案完美收官的是我才是林氏真千金的消息遠如長了翅膀一般的飛了出去，林歡在公司的地位突然一下就尷尬了起來。林媽媽畢竟是貴婦，是要臉的，自然也不可能天天嚟公司鬧，再加上林爸爸對林歡的態度晦暗不明的，所以林歡的地位雖然尷尬，但是也不算太差。該謙讓的地方，市場部那些同事還是會謙讓。由於我出色的完成了一場策劃案，林爸爸給我升了職。升職當天，林歡特意提了一個蛋糕過來，找我開頭就是一句：你知道我媽是誰嗎？我怎麼知道？反正不是我。林歡臉色突然得意了起來，見林歡這個樣子，我立馬悄悄的打開了手機錄音，是我爸的白月光。你知道白月光嗎？尤其是我媽，因為我爸死了的時候，他將永遠成為我爸的意難平，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我。回味了一下林歡的話，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林歡在慶幸他媽已經死掉了，這個事實莫名的覺得那你三觀不是很正確。隨月你是爭不過我的。我了一聲，然後把林歡推出了辦公室，被我一起迎出去的還有林歡帶來的蛋糕。這幾天我一邊處理隨事的事情，一邊處理林氏自己的工作，兩邊考慮的不行。與此同時，在輪室我聞到了一股風聲鶴唳的感覺，連忙給自己請了保鏢，還給自己的座位上安了一個微型攝像頭。萬萬沒想到，在我做了如此萬全準備的情況下，還是出了事。我的車剎車失靈了，還好當時是在郊區，還好車速不快，還好司機反應及時。助理一臉後怕驚魂未定的問我：徐總到底是誰這麼大膽？無非就是那麼幾個人，看來他們急了沒事，我已經等得夠久了。這樣吧，我再給他們添一把火。當晚回去，我哭啼啼的撲進了林媽媽的懷裡。媽媽，我好害怕啊！我哭啼啼的把發生的事講了一遍，當然擴大了不少，最後發出了綠茶言論。媽媽，雖然我不知道今天這件事是誰做的，但是那個人一定是不喜歡我的。但是他為什麼不喜歡我啊？媽媽，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母親對於自己的親生骨肉總是疼愛的不可置否。林媽媽曾愛過林歡，但是當知道林歡是林爸爸白月光的孩子，尤其當初是林爸爸一手操控把我換出去的時候，再多的喜歡
也煙消雲散了。林媽媽聽完我的話立馬一臉後怕的抱住了我，月月你放心，只要有媽媽在，沒有人可以欺負你。當天晚上林家爆發了激烈的爭吵後，林爸爸氣冲冲的出門離去，林媽媽站在後面喊你要是不答應，我就告你婚內出軌，公司股票影響關我什麼事？林氏未來關我什麼事？我們大不了魚死網破。林爸爸屈服了，第二天就緊急召開了記者發佈會，宣布我是未來林氏的繼承人。發佈會結束後，林爸爸找到了我，月月，我只有一個要求，未來好好對待歡歡好嗎？我只有歡歡一個孩子，我不禁為林媽媽感到悲涼。林先生，從生物學的角度出發，我也是你的孩子，我不知道你當初為什麼要去找回我，讓我猜一下，應該是林媽媽發現了你為了保護林歡的身份，只能把我認回來。林先生，我也是你的孩子，並且是你和你太太唯一的孩子。林爸爸落落的說不出話嚟，然後氣勢洶洶的迎下一句，那徐月只能希望你一直這麼厲害，你的明白，你只是繼承人，現在我還沒死。我點點頭表示知道了，反正我手裏掌的東西已經夠多了，他也崩塌不了幾天了。自從記者發佈後結束後，我在公司的地位水漲船高，但是由於林爸爸對林歡那晦暗不明的態度，導致公司也有一部分員工投向林歡。林歡最近崩塌的厲害，各種搶市場部同事的訂單，同時用盡了一切辦法想打亂我手上的工作。今天更甚至過來宣戰了。徐月，林氏最後花落誰家？讓我們好好看看。我一邊讓助理整理手中的東西，一邊點點頭，還不忘刺激他幾句。林歡，除了林氏，我還有隨時牢牢的握在手裏，但是你就不一樣了，你除了林氏可什麼都沒有了。指望陳安，你覺得當你一無所有的時候，陳安還會堅定的選擇你？林歡，最後的贏家這會是我。知道了，知道了，你退下吧。有些人真的不能縱着這幾天一直在想着對付林爸爸和林歡，結果陳安就跳出嚟了，把我精心做的策劃案直接拿給了他爸。他爸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林氏的股東，一心一意希望林氏發展壯大，實質反手就想把這份策劃案賣出去。我帶着警察找到陳安的時候，陳安還一臉懵逼，不就是拿了你幾張紙嗎？你至於這樣興師動眾的嗎？警方已經把策劃案搜出嚟了。我一臉疑惑的看着陳安，很認真的問他，當初你出國讀書是因為國內的大學你考不上是嗎？你有腦子嗎？對了，你是有點腦子，一開始去想方設法的接近林歡，你那是喜歡嗎？你就是為了林氏的錢，後來發現林歡不是林氏真千金，但是沒辦法了，對吧？這份策劃案裡包含的東西無數，很快陳安和他爸就以竊取商業機密罪被關進去了。林歡過來找我的時候，雙眼遠如要噴火。徐月，你看我不順眼就算了，為什麼還要對付陳安？你為什麼要在你的辦公室裝針孔攝像頭？為什麼要把策劃案放在桌子上？你就是想讓陳安犯罪。徐月，怎麼會有你這麼惡毒的女人？我一巴掌就抽在了林歡的臉色，實在是不解氣，又抽了幾巴掌，最後抬起腳踩了他一下。林歡，我之前在想，你媽媽怎麼會生出你這麼蠢的女兒？原來不是林媽媽的女兒，難怪呢，替陳安抱不平是嗎？放心，一個一個嚟，下一個就是你。真以為我好欺負呢？自從我戳破了林爸爸虛偽的表面後，這幾天林爸爸是越來越過分了，對林歡越來越好。和林媽媽吵架的時候，公然提白月光的名字，是不是和你結婚了？又回去找他了。我為什麼和你結婚？因為我們兩家門當戶對啊！我就是不喜歡你，怎麼了？在我心中，她才是我唯一的老婆。那你當初娶她啊？你招惹我做什麼？因為我和你才門當戶對啊！聽得我拳頭硬了，實在是忍不下去了，連忙給助理發信息，不行了，我受不了了，快點下周一就開始上。林氏這樣的上市公司，平時都是小會不斷的，最重要的估計就是周一的晨會。周一大早，我看着林爸爸把自己收拾的人模狗樣，往那一站話還沒講兩句，警察就推門。2月你涉嫌違規挪用資金，非法套現拐賣人口，跟我們走一趟。是的，當初我爸媽的親生孩子被那個畜生用手段帶走拐賣了這麼長時間，我也沒有任何線索。林歡一看這個場面就慌了，下意識的就想跑，我揸住了林歡的手，歡歡別跑啊！他們都進去了。
你也進去陪他們吧。林歡，你涉嫌買賣商業機密，跟我們走一趟吧。警察帶走了兩個人，場面一下子就混亂了起來。我站起了身，站到了最前方，安靜神會繼續。林媽媽也趕過來了，她怕我鎮不住場。子神會結束後，我把林媽媽帶去了辦公室。媽媽，對不起，沒和你商量一聲，就把那兩人送進了。對於公司，媽媽你也不用擔心，我能穩住。當然出了這麼大的事，公司股票肯定會動盪一下，短時間內可能也恢復不了，但是放心，我會盡快的。林媽媽看起來是想說什麼，一直沒說出口。我看着她沒了。林媽媽終於說出口了，月月媽媽，不怪你那兩個人，是自己活該。只是媽媽才發現我的月月在我不知道的時候已經這麼優秀了。我腦子裡突然閃現出年少之時，我爸媽也是天天帶着我陪我成長，告訴我是非對錯，教會我很多東西。我也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優秀的只是教會我優秀的那兩個人已經不在了，而他們的孩子我還是沒有找到，我依舊會找，一定會對他好。我送林媽媽出了公司沒事以後，我所有的優秀媽媽你都會看到的。春日陽光明媚，馬路上車嚟車往，行人道上熙熙攘攘。爸爸媽媽，你們看到我現在的優秀了嗎？